文化新闻界来看台北大稻埕下海城隍庙文化节6月7起过，要连办1个月。艺术家施正文冒开过展，这届是展出七爷八爷的主题为主。下海城隍庙嘛特别请七爷八爷来到现场祈安祝福，望讲互来遮看过的人了解到大稻埕的信仰文化。迄阵阮细汉的时阵哦，我坐在大人的肩膀上面吼，那种感觉我都画出来。有时咧旅游哦，有人来开窗仔门出来看安尼。艺术家施正文先生哪讲哪回忆大稻埕迎新凤的情形。伊的作品当在在地的嘉宾馆摆反射将军稻埕印象画展。施正文讲，有一年出国，可以开始思考什么文化才通互外国人了解台湾。伊头先想到的，就是旧历5月13迎新凤定看到的七爷八爷，也是侪人心灵安定的寄托。所以就安尼开始一系列的创作。我从细汉啊听到这老咧的顶头的声哦，我就迫不及待那个拼去看，因为阮爸爸咧卖布。我是咧为迄个衫的迄个设计师啦吼，佮加上讲，是毋是讲真爱看这拜迎老咧迄款的阵头所以因遐颜色触动到我的那个心理。施正文的作品总是有丰富的色彩，伊认为是受到厝人的启蒙，加上大稻埕庙庙会顶头，所以总是生活在各种色彩当中。伊认为热闹佮多彩也是台湾文化的特色。下海城隍庙嘛，甲庙里的七爷八爷请到展览现场，希望互大家在欣赏的时，嘛会当认捌在地的信仰文化。拄啊好，咱庙内，你讲咱城隍爷边啊，一定有这个七爷八爷嘛。阮的时阵就是古早经历的时阵有这两对迄个七爷八爷嘛。其实原底迄两对经历出来的时阵，已经浮去啊。阮是重新来雕刻的安尼。所以讲，这对七爷八爷当然就非常代表讲咱这个迎老的文化。所以讲，嘛是配合咱的这届的展览，特别咧，请因到这个嘉宾厅等于说来作证这样子啊。画展自6月初办到6月底，这摆台北下海城隍文化节伫永乐广场台北地下街嘛拢有相关的装置艺术。主办单位嘛希望会当招民众去大稻埕了解在地文史。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